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今仔日的经文有两位，第一位伫旧约圣经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现着我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去所要指示你的地。我要予你诚侪大国，我要赐予你，予你的名做大，你也要予人得到福气。祝福你的，我要赐福因，就做你外衣。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第二位的经文，伫罗马人书第4章13到22节。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罗马人书第4章13到22节。白话字圣经伫173页，其他咱看荧幕。13节，因为所应允亚伯拉罕甲伊的后裔做后嗣，承接世间的。毋是对律法，是对神的义。因为若属律法的，最好的神就归伫空空，应允也废无。因为律法是抵到上去，若无律法就无犯着。所以是对神通照恩典，要互应允坚固伫正好的，毋若伫迄个属律法的，也伫。属亚伯拉罕的神的，伊伫伊所信的上帝的面前，做咱正人的爸，就是迄个互死人搁活，叫遐个无的若亲像有的上帝。照所记载讲，我设立你做侪邦国的爸，伊伫无通五梦的中间，对五梦来信。互伊通诚侪邦国的爸，照所捌讲的，你的后裔要亲像安尼。19节，伊想着家己的身躯，亲像已经死，迄时正饱岁，个撒拉的胎因已经绝，伊的心无软正，伊看上帝应允，也无对毋信来了疑，信。就那样行来归应光上帝，佮深信上帝会成伊所应允的，所以甲伊算做义。以上讲道要请台南新学院林冠芬老师，伊是台南新学院的教务长，伊要来甲咱讲建立新信心，带出新愿望，心带出新愿望。主内敬听的兄姐，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互我有这个机会，正着台南新学院的纪念主日，来到伫咱的中间，来甲咱请安、报告，以及感谢咱兄姐过去对台南新学院的关心、带导甲奉献，也感谢咱嘉南教会郑牧师、柯牧师。以及咱的长职，以及咱的众兄姐，咱大家无弃嫌，也接纳我会当代表台南新学院伫即个所在，来通过上帝的话语，甲咱三甲来勉励，三甲来分享。过去台南新学院伫1876年设校，就是当时对英国母会。车肯巴克勒博士来到伫咱台湾，伫即个所在，伊用伊的生命，甲台湾即个土地，献伊家己本身，也献伊的性命伫即个土地。咱若到台南的公墓，台南市的公墓，就有一个所在，是会当发现巴克勒博士伊的墓是待伫迄个所在。也阁有侪早前的传教士，因的梦上时嘛是伫迄个所在。各位兄姐，因为过去这个传教士，因为过去这个主的奴仆，这个先人，因疼台湾，疼台湾这个土地，疼台湾的百姓。
互咱也因带福音来到伫咱的所在。想看卖啊，伫1876年，我相信咱无人出世，也是咱抑阁无来到即个世间，总是迄个时阵的台湾社会，因愿意放下因伫因的母国，就是英国，迄个已经发展的国家，来到伫咱的所在。伫即个所在，因用因的性命，将福音寄伫即个所在。咱今仔日较有法度，通来做伙敬拜，通来做伙三甲，用起做即个信仰，也望咱的台湾也会当成做上帝所祝福的国家。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伫即个寒冷的天气，主你还阁互阮众兄弟有一粒热热追求、仰望、军队你的心，来到伫圣殿，愿同心伫即个所在敬拜而乐。恳求天父圣神即时降临伫阮的中间，将圣神带到阮的内面，伫阮每一个兄弟的心内，开阮的目睭，开阮的耳孔，开阮的心门，来接纳主耶稣踮伫阮的内面，将今仔日的敬拜、仰望、交托，求圣神引带带领，祈祷靠耶稣的名。2个月前，咱拄过了咱今年的过年，毋知各位兄弟，咱今年的过年，你是怎样来庆祝，也是你是怎样来过即个过年？伫过年的时，我相信台湾的风俗是每一个家庭，咱出外的囝儿也是亲人，会三甲倒来到伫迄个故乡，甲咱三甲围炉庆祝，来过即个年。毋知过年的时阵，咱有啥物愿望，通来迎接新的一年？咱有啥物计划，通互咱来执行伫新的一年的中间，咱要做啥物？最近伫自由广场有侪的人伫迄个所在搁投诉，其中有一篇文章，伊对台湾政府烧钱搁庆祝圣诞节甲跨年，特别是跨年迄个晚会，因对即个活动有淡薄的无相共款的看法，提出因的意见。伊讲，伫2014年，台湾政府总共举办33场跨年的活动。伫即33场的活动内面，大多数是来放烟火，其中有4场是企业家来赞助，其他的29场拢是县市政府用百姓的税金来举办。举办这个活动所用的钱差不多有1亿外，毋知影咱兄弟对这个数字有啥物感触？对我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我一世人讲起来应该是无可能趁这钱。总是伫几秒钟的中间，咱会通将1亿透过放烟火来烧掉。伫2005年到2007年，我有机会伫美国马可米克神学院伫迄个所在来进修神学，因为马可米克神学院是伫芝加哥大学的校园内面。芝加哥大学是犹太人所创办的一间学校，
我相信咱知影芝加哥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出真侪诺贝尔的名人。伫迄个所在有侪犹太人的社区，犹太人的社区多数伫美国人的徛起的环境的中间，拢是好区。伫迄所在，我有学习到一寡犹太人的文化，所以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阵，有特别无相共款的感触，也想讲甲咱三甲来分享。犹太人通讲是一个真特别的民族，伫即个世界上，无一个民族比因搁较受祝福，因为因即个民族虽然受过侪的苦难，咱知影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希特勒杀死犹太人的百姓600万以上，所以即个犹太人因伫咱若看旧约圣经，也看到犹太人因真侪拄着真侪的苦痛，总是犹太人却有法度通掌握美国的政治、经济甲媒体。犹太人无得过圣诞节，因过点灯节。点灯节有一个足特别的意义，是因为因有将一日的油会通，互一日的油变做持续来点灯、点点燃8日。这是一种奇迹，嘛是一种智慧。犹太人在过年的时阵无放烟火，因过年的时阵用赎罪日来纪念。赎罪日就是因会通安静伫迄个所在来思考。伫过去的一年，我有做着甚物款的毋对，我甲甚物人有甚物款的冲突，以及袂好的所在，会通期待伫来的一年，要来的一年，通去做好好的工作，将过去毋对的所在，要安怎改进，通来迎接新的一年。伫一年的中间，互我会当过了搁较少的错误，犯着较少的毋对。真侪犹太人因所重视的节期，是拢不断在悼念因的祖先的苦难。譬如来讲，伫搬过节的时阵，因的暗顿就有挂菜。台湾讲挂菜，这个挂菜的意思就是苦菜，就是要互囡仔通来悼念讲，因的祖先伫埃及，伫被法老压迫的时阵，因所食的苦。无敢拼嘛是，伫因要逃亡的时阵，爸父互迄个面粉来发教。亡国2000年，伫外面流离失所，伫真强的国家的这压迫的内面，以色列来建国。犹太人伫美国的人口的中间，只不过是3%，总是因控制美国的政治、经济甲媒体。华尔街差不多拢犹太人的天下。美国的联准会的主席嘛是犹太人，有9个法官，3个是犹太人。对美国的媒体真有影响的纽约的时报嘛是犹太人所办的一个企业。氢弹也是讲真侪诺贝尔奖，超过一半是伊迄个诺贝尔得主是犹太人。所以各行各业的领袖，真侪拢是犹太人。犹太人这个民族对世界真大的影响，真侪人就搁想讲，到底是安怎较会遐尼大影响？
CNN 因有做一个民调来归纳，讲犹太人因的特质就是重视思考，无袂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的教训，强调过有意义的生活，维护公义，甚至我看到犹太人的家庭，因拢要求伊的囝儿爱按背圣经，强调信仰。犹太人伫教育因的囝儿有10句真值得咱去思考的话语。伊讲一滴清水，一杯清水，还是一骹清水，因为一滴的污水会互这一骹清水落去。总是一杯的落水，却无因为一滴清水来互这骹落水清去。这也是讲，伊讲第二个会教囡仔的迄个民语，就是讲吼，有3项代志，3项物件别人抢袂去的。第一项就是食落去咱的腹肚的食物；第二项就是咱逐个人心内迄个愿望；第三就是读入去咱的头壳内的知识的遐个册。伊佫讲世界无有悲剧无有悲剧还是喜剧。若是咱会当对悲剧的中间行出来，安尼迄嘛是算喜剧。总是咱若一直沉沦，还是讲一直伫迄个喜剧的中间，安尼检测迄嘛是一种悲剧。伊佫讲，真正的朋友，毋是做伙安尼开讲讲袂了，是无讲一句话，啊嘛袂感觉歹势，啊嘛袂感觉尴尬。如果你只是等待，咱若等待发生的代志，只有是互咱变做老尔，咱是变做愈来愈老安尼吼。宁可做过来后悔，嘛无错过来后悔。所以因用真济、真有道理教导因的囝儿，互因的后代会当持续，互因的后代继续得到上帝的祝福和愿望。面对新的一年，咱台湾人伫跨年时，咱拢伫放烟火、看闹热。当台湾政府，咱的财政部长，伊伫呼吁咱爱过简单的生活，过环保的生活。却台北市长和台中市长就出来呛声讲，开几千万、几亿来放烟火，互几十万、就10万、20万的少年人、少年家，互因欢喜一烟暗，有啥物毋好？讲伊兄弟，你感觉有啥物毋好？我感觉无有啥物毋好，嘛是真好的代志。总是敢会当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来带咱的少年人，带咱的下一代，用无相共款的价值观，用无相共款的方式来面对新的一年，来面对咱台湾这个国家要踏出去迄个下一步，咱着知影，来思考咱的台湾要安怎安身立命，伫这块土地继续起造，继续徛起，互徛起伫这个土地的百姓会当愈来愈好，愈来愈有幸福感，愈来愈得到上帝的应允甲祝福。面对着这种价值观的混乱的世代，做一个基督徒，咱要知影，检测咱嘛会当用无放烟火的方式学习犹太人的信仰甲价值观，来互咱有一个新的学习。我希望对今仔日的经文，来甲咱三甲勉励、三甲思考，要安怎建立新的信心，带出新的愿望，特别
伫咱台湾目前面临着真侪无信心，咱惊吓不安，咱毋知影咱的未来的迄种的毋茫的事，互咱三甲来对圣经来得到彼此学习甲激励。伫保罗伫罗马人书15章13节安尼讲：愿赏赐毋茫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充满逐样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神的权能得到满满的毋茫。这段经文互咱学习，也互咱知影讲，信心甲毋茫是结连做伙。信心是毋茫的基础，毋茫是信心的方向。无毋茫就无目标，而且信心，咱的信心爱甲咱的基督结连做伙，安尼咱的信心的效果会得到大大的祝福，会得到大大的带出。我伫即个经文的中间，甲咱三甲来有三项的学习。第一项，上帝是信实，咱来仰望倚靠。检采用单纯的心来顺服上帝爱咱做的事。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赏赐你，赐福你，互你的名做大，也要互人。”因为你来得到福气。亚伯兰遵照上帝的指示，顺服上帝的话，伊真单纯的信心往头前来迈进，成做侪人的祝福，也成做咱信心的老爸。所以保罗伫希伯来书11章第8节到12节，伊讲对神亚伯拉罕受调的时，就顺命令出去，到将来要得到作业的地。对神就出外伫所应允的地，因为伊毋茫有地基的城，是上帝所经营起造的城。对神，撒拉伊已经过了生产的年。总是以牵条上帝予伊的应允做信实，然后撒拉伊抑阁有法度通过了生产的即个期间，总是伊抑阁会当来生产。佮看伫马太福音24章37节，也是40节，希伯来书11章第7节，拢有记载拿阿做大船的故事。拿阿做大船的时，真侪人讲拿阿是伫起笑，伫遮尔好的天气，哪有可能会大水？总是拿阿伊对上帝，伊知影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所以伊持续对上帝的信心来得到全家得到救。对神拿阿伫未看见的事已经得到默示，就敬畏。来备办大船，救伊的家眷。对安尼来定世间的罪，佮得到承接照信的义。所以除了咱爱仰望上帝是信实以外，咱嘛爱执行，咱嘛爱去行，毋是单仔相信，咱着爱去行。伫500多年前。全欧洲多数的人拢认为地球是平的，总是咱知影，搁较早是有一个哥白尼，伊开始提出讲，伊提一个理论，提一个想法，伊讲地球是圆的，但是当时的人无人相信。到伫哥伦布的时阵，嘛无人相信，总是这个哥伦布，伊是一个冒险的。航海的意大利的一个人，伊相信地球
应该是圆的。所以当时伊无钱，伊就去甲遐个四周围欧洲四周围葡萄牙啦、西班牙、英国、法国这国家的领袖，甲因说服，叫因赞助伊来证明地球是圆的。总是无一个人相信，愿意来帮赞。到1492年，西班牙王后说服国王，愿意出钱来帮赞，互迄个哥伦布去游世界安尼吼，去对西方到安尼出海安尼吼。到1492年8月初3，伊出发，经过伊是当凭一个地球是圆的即个信念来出发，伊阁说服伊遐个船员做伙来对即个信息、对即个信念有信心，因有法度通克服伫海上遐个海涌，也是讲风雨。经过70年日真艰苦的航程，到1492年10月12。因看到陆地，然后因就登陆。登陆就是伊当时登陆的时阵，甲即个所在的名叫做圣萨尔瓦多，即就是伫即摆的中美洲巴勒比海的巴哈马群岛内面。另外一个出名的故事是1969年7月20日。人类第一遍来登陆月球，在座各位兄弟，我相信有侪人甲我相共款，有见证即个人类的非常伟大的创举。即个阿波罗11号的太空船是阿姆斯壮伊登陆，当时伊登陆。踏去咧月球的时阵，伊讲这是我的一小步，总是人类的一大步。伫罗马人书第4章18节到22节，伊讲这个经文内面嘛有在讲，所以咱会通来了解阿伯拉罕信心的一小步，却是以色列民族的一大步。阿伯拉罕。凭着对上帝的信心，勇敢进前，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有愿望的一个人。伊坚调信仰，而且勇敢来执行，愿意接受上帝对伊的呼召，来面对头前。毋知影会变做安怎的挑战甲应允。亲爱兄弟，今仔日台湾，咱会通坐伫即个所在，三甲来敬拜，三甲领受福音。这嘛是早前的遐个宣教师，当时因被差遣，要来到伫台湾传道，因嘛毋知影台湾是一个甚物款的所在。是一个真富裕的所在，还是一个真落伍的所在？总是因凭信心面对头前的挑战，来得到上帝所应允因的这个土地，互咱台湾会当，互咱会当伫这个所在，至少咱的福音有伫这个所在来宣扬。虽然咱常常会想讲，咱基督徒信基督教的人无济，总是咱嘛继续爱有信心向头前来行，来面对挑战。上帝的确要互咱台湾真做是一个被祝福的国家。阿伯拉罕伊即个信心的旅程，来到伫上帝所应允伊老年甲密的迦南地，行应允的地，这是需要冒险，嘛需要勇气，嘛需要信心的挑战。信心就好亲像是一个
一个楼梯，会当互咱往顶面来行。圣经讲，世事无信，就袂会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确着信伊有，也是报赏遐个求伊的人。信心是一把梯子，有72个向顶面来提升的祝福，甲愿望。这是一本册，这本册的作者叫做施以诺，伊是伫一个牧师的家庭来大汉，伊推倡，伊用伊真单纯的信心，真有信仰的心境来写这本册。这本册有济的资深的媒体来甲伊推荐，其中李金玉这个小姐伊安尼写，伊讲这本册所提倡的信心，并毋是骄傲自信，乃是一种谦卑、健全、有所为、有所守的信心。这种的信心，亲像一个楼梯，会通提升咱，会当互咱对上帝遐得到稳定甲祝福。亲爱兄弟，咱逐个人拢需要一粒谦卑、单纯的信仰，顺服上帝互咱的信心。咱嘛爱对上帝牵调迄个信心，上帝就会赏赐稳定甲智慧，互咱做正确、良善的选择。所以伫迄本信心是一个楼梯，迄本册内面，孙悦伊安尼写，伊讲，咱人生拢是一种的选择，咱会当选择生活内面有愿望，咱嘛会当选择一个真精彩、满有平安喜乐的人生。咱会当选择将咱的烦恼、将咱的苦痛、将咱的不满，拢总放下，然后用信心来牵调，会当互咱会当改善人甲环境的关系，也会当互咱的世界、互咱的社会带来温暖、带来疼、带来愿望、带来祝福。第三点就是愿望甲咱的梦想，咱的民望，无愿望，无咱的愿景，咱就常常会缺乏动力甲理想。所以咱爱充满迄个愿望，也是讲咱会当有一个愿望，迄个愿望会当帮助咱去执行。所以咱知影约瑟伫年轻的时做真侪梦，咱看出来记，哇，真侪梦，总是伊的人生嘛，经过真侪的苦难试探，总是伊的梦，最后上帝拢帮伊一一实现。伫新的一年，咱有新的什么款的愿望，什么款的理想？检采咱会当思考讲，伫咱的生活中，咱即马拢过真检采嘛是真平安的生活，真好过的生活。咱煮饭用电锅，我相信在座的长辈，你的时代，你少年的时阵，煮饭应该毋是用电锅。可能咱少年的时阵嘛无电视通去看，总是即马足侪物件拢已经发展甲真好。咱有火车，咱有捷运，咱有高铁，这物件敢真正逐项拢是理所当然，会当互咱享受吗？我相信毋是，是真侪真侪人愿意有一个愿望，因有一个愿望，愿意为着迄个愿望来跑走，来努力。人类的历史的中间，爱有一寡人愿意勇敢踏出以前
无人做过的代志，无人经验过的代志的第一步，才有法度通带出人类新的发现甲新的进步。我伫读美国第28任总统托马斯·威尔森这个总统的故事的时阵，受真大的感动，因为伊是伫美国有6位死的时阵是真贫困的总统，其中的一位。伊伫1856年出世，伫牧师的家庭。1913年担任美国第28任总统，到1921年来离任。然后后壁的4年，到伊过身1924年的迄段时间，伊是真穷、真困苦的过去。伊是一个有梦想的进步主义的一个领袖。伊伫伊的生平记录内面有讲一段话，伊讲人类因为有梦，所以人类会当伟大。所有成功的人拢是大的梦想家，因为因会当照着迄个愿望来努力。伊讲太阳含恩典、祝福嘛，拢落伫即种人的身上。佮另外一个，我有一个梦 ，I have a dream。即个咱逐个人拢真熟，是马丁路德金，即美国黑人的领袖。伊伫即篇演讲的中间，是互美国来甲伊选择讲100篇演讲稿，非常有名、影响力的一个演讲稿。马丁路德金是第1名。伊讲 I have a dream 是60年代美国黑人领袖。伊的一篇文章的中间，伊伫咧提倡一项，就是和平、平等、共存的即个愿望。黑人甲白人会当伫迄块土地做伙平等来成长。所以伫伊的演讲的中间，非常强调讲，即个国家爱高举人人平等。伊讲。我希望有一天，我4个囡仔会当生活伫一个无因为皮肤是乌还是白来评论这个人是好是优秀还是歹的囡仔。伊讲，毋是安尼，毋是用皮肤来决定，是用品格来决定的即个愿望。所以，伊讲伊即个演讲来影响到伫。美国国会伫1964年通过民华的法令，讲种族的歧视，这是毋是，这是非法的政策。因为安尼，到4年前、5年前，奥巴马会通选做美国第44任的总统。真诶兄弟，伫咱的生活中。拢有第一步，这个第一步就是咱检查咱毋捌经过，还是咱毋敢去做。总是咱若愿意将咱的第一步交伫咱的主的手中，咱相信上帝的确要一要带咱来经过，要带咱来克服所有的困难。咱全然仰望交托。所建立的新的信心，上帝要带出新的愿望。结论来讲，面对着新的一年，逐个人的心内存着什么款的愿望？你的愿望有偌大？你的信心有偌大？上帝就要成全这个事。最后用一个故事，就是。伫100年第1个来行过迄种对美国甲加拿大迄个横跨美国甲加拿大迄个尼加拉瓜瀑布的一个人，叫做瓦伦达。33岁的瓦伦达，伊是出世伫一个特水的家庭，
7代拢是行讲数的教授。为着要向伊的伟大，因遐的祖先来致意，所以华伦达伫美国2012年6月15暗时10点15分，伫足侪人的观众的状况内面，伊来行过对加拿大行到美国谈判安尼的壮举。亲爱兄弟，假使咱大家当时拢有伫现场来看到、见证华伦达伊的表演，伊的勇敢。假使有一天，伊对你讲，你相信我会当对这边的讲座行到迄边的讲座，你要相信无？你会相信无？你敢会相信？若是伊佫甲你问讲，我会通对这边行过迄边，相时会当爱一个人，对这边行过迄边，你要相信无？你的心内的答案是啥物？我的心内的答案是讲，因为我亲目睭见证过，我可能会相信。总是伊若佫甲你问讲，你来做迄个囡仔、迄个人，还是讲迄个人，互我对这边甲你爱过迄边？各位兄弟，你会相信无？你愿意成做迄个人，互伊爱对这边爱过迄边无？迄个人，也是迄条绳，迄个华伦达，也是迄条钢索，就亲像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伊甲咱讲，你要相信无？我会通陪伴你，行过人生各种的苦难。检在咱嘛安尼甲主耶稣基督回应，讲主啊，我全然将我本身仰望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引带，求你带领。咱的信心有偌大，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应允就有偌大。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咱愈倚靠上帝，咱愈认捌咱所信的上帝，然后全然仰望上帝，就要照咱的信心来成全咱所有的愿望。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阮将阮本身献上伫你的面前，将阮的生命全然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求你引带，求你帮助阮，坚固阮的信心，求你互阮愈来愈轻调伫你，真做主你的身躯、百体中间的一体。结连伫主你这个大团契，互阮会当全然仰望心，愿意接受你所对阮的呼召，甲你所互阮的条件，用所查的标来跑走。阮也将阮迦南教会仰望交托伫你的手中，阮相信主你为阮设立这间教会伫这个社区，你有你爱阮、呼召阮去执行的愿望甲愿景。主恳求你的圣神带领帮助阮的地牧师、科牧师、传道，甲阮的长职，以及阮各团契的领袖，甲阮所有兄弟姊妹，阮拢成做基督百体中间的一体，阮拢成做甲主结连的一体。阮毋望将阮的愿望、将阮的计划、将阮本身拢总交托，毋望主全然仰望来带领，互阮的教会会通伫即个社区真侪做光做盐，来迎神益人的一个团契。主恳求你帮助
恳求你引带带领阮众兄弟，阮将阮众兄弟、阮的家庭以及阮的子弟、阮的事业，仰望交托，求你引带带领。阮无求行一条异路，阮求伫即条人生的路途，有主你做阮的保护师，有主你来引带阮、带领阮，经过阮的人生的路途。阮将阮兄弟搁一摆仰望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你带领引带，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